倫敦松濤罕見嘅湖景豪宅 Woodbury Down 擁有獨特嘅湖景環境，風景又靚，超強交通配套，2站直達 King's Cross， 市中心極速度，頂級教育資源，20所學校，3所 on-site， 適合家庭自住，生活便利，有中超、餐廳、coffee shop， 落樓即享，管理費低，由 Barclay Group 打造嘅成熟20年項目，品質保證。倫敦松濤罕見嘅湖景豪宅，背山面水，學校集中地，適合自住，靚環境，低管理費，冇得輸啊！倫敦東南黃金地段，一線泰晤士河，伊利沙伯 Cotswold 直達倫敦核心，金融城 Canary Wharf、Bond Street 一步到位。倫敦東南雙強，河景靚盤一網打盡。3月15號同埋16號，我哋將會喺中環置地廣場舉辦 Royal Arsenal Riverside 同埋 Woodbury Down 嘅樓盤展銷會，一次過介紹2個樓盤俾你哋。到時會有專業嘅團隊提供法律按揭，解決你相關嘅疑慮。記住，湖景盤唔等人，手快有，手慢冇。